行政院会今通过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适用范围扩大到女性同婚配偶甲满18岁独身女性。去年台中大道的全联仓都会再造成高死8伤检方情节，对全联2间包厢，还有14人依照过失致死和这案法来起诉。公部有一个炸药票案，说是台南一间室内装修公司用5.9亿得标。公部表示，因有符合国际贸易代理的资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1日暗新闻，我是嘉豪。行政院会今仔日通过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把这适用范围对即马未当生囝的翁仔某扩大到女性的同婚配偶甲满18岁的独身女性。若讲到争议较大的代理疫苗这部分，一概是无处理。不过这草案也是爱送到立法院审议。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有争议已经真久啊，行政院版本即马总送出来。行政院会10日通过修正草案，即个修法甲人工生殖下用的对象扩大到女同志配偶甲满18岁孤身的女性。不过代理孕保的部分，因为争议较大，确定分开处理。我们希望在维护人工生殖子女权益知悉权，并符合儿童最佳利益的情况之下，开放未婚女性及女同性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术。文化部表示，这个修法主要注重负责人生育的自由，甲儿童最佳利益。人工生殖下用的对象，为即马未生翁仔某扩大到女性同婚的伴侣，甲满18岁孤身的女性。同婚资格的部分爱合法登记，用其中一位的子宫甲卵子来有身。若满18岁孤身的女性，嘛爱用家己的卵子甲子宫来做人工生殖。本协会非常支持。这样可以让单身女性的结婚跟生育脱钩，也回应了想生育子女的女伴侣需求。另外，针对女同性婚姻的部分，修正草案要新增加强固亲子关系，确保人工生殖的囡仔有相亲，唔免搁去法院认定，只要签受诉配偶同意书，亲子关系就成立。就算未来同性婚姻解除，亲子关系也是存在。另外嘛，扩大血缘知识权，合做人工生殖的人，第一开始就知影关键者的国籍、血型、皮肤的色水等等，也搁会当查敢是有重大遗传的疾病。若有徛户口登记住伫台湾，有永久居留权无结婚的外国女性，嘛适用人工生殖法。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通过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宣布把这代理疫苗相关规范列入去。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珠伊就批评讲，内阁拢无在要求民众有少白生囝的需求，伊是呼吁这行政院就要赶紧提出代理疫苗专法。不过卫福部是搁再强调，这是牵涉到第三个人的健康权，就要家分开处理，而且社会也要有共识。这个行政院通过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无纳入代理疫苗相关规范。长期推沙代因的民众党立委陈昭珠不愿倒用台内阁，无重视有代因需求的人民，对有子宫病变的女性，以及男同志伴侣无伫照顾，呼吁行政院爱赶紧提出代理疫苗专法。我希望卫福部跟行政院能够重新考量，尽快把你们认为的这个脱钩的版本专法提出来。目前代理疫苗伫国际敢若部分国家也是地区合法，像讲美国加州代孕妇女有年龄限制，而且囡仔出世都有美国公民身份，会当委托律师依照代孕协议，替境外委托的父母得到合法监护权，甲囡仔带转去家己国家，全部的费用差不多15万至25万美金。乌克兰的代孕妇女无认定是红婴仔妈妈，由境外委托的父母登记做红婴仔爸母，再搁将囡仔带转去家己国家。那因果是利他的性质，敢来当收必要的开销。代孕妇女是红婴仔出世的妈妈，6礼拜后才会当透过法院请权令转移予境外委托的爸母。利他也好，这个是商业性的行为也好，最终就是有钱人用钱，然后买没有钱家人的子宫来帮她怀孕。代孕这个市场一直都有，病人也有这个需求啦，因为她子宫是没办法怀孕的话，这是没办法这样那是病人其实很可怜，他还是会想要有自己小孩啊。卫生部长赵宗良是说明代理疫苗脱钩的理由。代理孕母的部分，好，那因为这个还涉及到第三人的健康权、社会伦理各方面，那么仍然存在有歧见，好，所以在还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社会共识之前呢，那么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
修法里面呢，那么脱钩处理。卫福部是讲，伫社会还未有真大的共识进程，伫即个修法先脱钩处理，后续会就这个议题持续做社会对话议事共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出助理费除罪化的修法，说是真侪争议。国会助理今仔日就邀请调解立委来联署，呼吁撤回提案。那民进党立委是真侪人联署，强调讲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这国会助理的工作权。另外，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珠也要参加联署。那讲到这法务部是认为讲，这是牵涉到公共利益甲廉政，敬请参考各界意见。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推杀助理费除罪化修法，引起积极声音。国会助理初到联署呼吁撤回提案，到11中到11点，已经有得到跨党派办公室拢总284个助理联署。工会嘛，搁再发声明，爱国会助理为家己的权益站出来。联署发起人嘛，邀请调解立委做伙联署。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民主进马以及我们党团的成员。全力来支持保障国会助理的工作权，我们支持更健全、更透明的国会助理制度。除了民进党团来收听，在野的部分目前有民众党立委陈昭珠出来签联署表示支持，佮表示伊的办公室助理嘛已经签署联署。他当然也有权利为他自己可能以为受损的权利发声，所以我办公室的每一位同仁都签署了这个助理工会的这个联署单。陈玉珍所提出的修法内容，让人质疑恐惊严重损害助理的权益，还有700多万的工会助理预算运用。民进党团认为应该爱推翻立法院工会助理任用法，甲工会助理的任用法制化、透明化，才是正确。8亿多全部拨给113个立委，每个立委就是多了779万多了这个数字。那这个数字你们拨出去，后边立委要怎么统筹运用？立法院管不着。法律如果这样规定，我们当然就这样执行了。我会认为说，在一些的经费的核销上面不用减负担去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我认为比较不妥的地方。不论立法院的组织法是否修法，那助理费的资金来源仍然属于公帑。而对于任何公职人员来说，公款公用都是很重要的准则。法务部进一步指出，本来牵涉到公共利益甲廉政的要求，敬请广纳各方的意见，谨慎研究。国会助理工会也伫12早起9点半伫立法院门口集会，表达保障工会助理合法工作权的诉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专人的冲突伫台中大道的厂房呢，去年底发生火灾，造成9个人死亡，8人受伤。台中地检署经过1年的时间来调查，今仔日终结啊，对专连也有2间包厢，甚至是14个人，依照过失致死和职安法来进行起诉。去年12月发生大火的全联仓储厂区，案发后市府勒令停工，并且重罚。目前呢，仍在配合调查当中，尚未复工。这个重大公安事件是拢总造成9死8伤，满1周年进前，台中地检署11侦查终结，针对专联公司、城南厂商互益营造公司、台湾新联公司和14个主管、工程人员包厢照刑法过失致死、职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认定被告全联、互益、新联公司及失信被告共17人，分别涉犯刑法过失致人于死、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等罪嫌提起公诉。检方表示，讲去年12月19专联大道的生鲜二厂在施工期间，3间公司明明知影地下1楼塔大量较会烧起来的 PS 棒，顶悬楼层的管道，还有直通的空棚，所无依法来申请动火许可，设置防火毯，造成施工的火车，互 PS 棒点到了后炭甲真紧。内面台湾新联公司细拿的现场负责人和细单的监工责任真重大，侦查中先后否认缓刑和解扣杀责任，恶性重大犯闹态度歹，检察法院中当量刑。专联公司声明表示，全力配合司法调查，嘛要求城南乡处理刷落来家属的权益。若经检调完成程序，依规可申请复工，向第三方公正专业机构进行包含了安全鉴定、改善方案等现场复查确认安全无虞后，
实可复工。台中市都法局强调讲，目前工程共款是封锁保全证据，若是检方完成调查定数，业者申请复工，必须提出安全鉴定和改善方案，经过第三方公证单位的鉴定，确认安全无问题才会准。专电是表示讲，会持续强化承担管理和公安流程，避免这种事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有一个炸药标案，说是台南一间室内装修公司用5.9亿得标，实际去查这公司营业登记地址，竟然是一间旅馆。这公司的办公室就设在咧旅馆的楼梯顶。那这拿赢立委刘志基讲，装修公司竟然会当去标几落亿的炸药标案。那国防部是表示讲，这福贝公司唔那是室内装修尔，也是符合国际贸易代理的资格。伫台南的这间福美国际室内装潢公司，伫一间大小型馆的楼顶，会互外界遮尔注意，是因为这间室内装潢公司是以5.9亿去标着国防部海扫警 RDX 炸药标案。伊做真多啊，做真大啊，伊嘛是经销迄个马桶。附近的厝边敢若知影，福贝公司是做马桶和建筑业，靠福贝公司登记的电话无法度得到回应。点开经济部的网页发现讲，福贝公司有设立的合格证明，资本总额1900万，有营业的事业项目包括建材批发、室内装潢、国际贸易和化学原料的批发。为什么2次重大5.9亿的标案，所有的厂商就通通不知道，只有福迈一家知道？这有没有量身打造的疑虑呢？简直是疑点重重。如果有这样子的举发案件，那国防部就应当启动相关的查手段。如果确有其事，那当然有违法采购的部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有经过经济部设立合格证明，它有16项的这个营业项目，那包含了这个化学原料的批发，具符合这个国际贸易代理的这个资格。根据了解，海扫警 RDX 是一种强大稳定的热性炸药，有相当高的热稳定性，只要温度超过200度就会快速分解，超过300度会一下就家己崩起。伊爆炸的速度是伫达秒8350公尺到8750公尺之间，威力是 TNT 炸药的1.5到1.84倍。RDX 是其中一种非常主要的材料之一。那我们在一般比较广泛为人所知的一些炸药里面，比方说像 C4 塑胶炸药，它里面大概成分就有约莫90%是 RDX。那也即个讲，福贝公司顶摆承担的政府案件，拄好是总统赖清德伫台南市长的任内，即马佫顺利以1900万的资本额去标着国防部5.9亿炸药的标案。面对外界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讲，国防部会做好相关输出许可证明的查验工作，查验尚未交回原厂的来源证明。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民众惊早起坐30路的公车时阵，发现讲这公车边的玻璃柜会闭开，驾驶拢无发现是一直驶，最后是破一坑真大坑，驾驶才停落来。业者表示讲，真有可能有人伫咧扑草，这扑草机摔到石头喷起来弹到玻璃，加在是无人受伤。民众坐公车发现车窗变低度网形，搁闭一大坑，互坐车过程心惊惊。是行驶的时候才听到有那个哔哔叭叭的声音，然后我转头看，我才发现整张玻璃都是碎掉的。有一位乘客也上来，他也是跟我也是一样发现，去提醒司机，我们才知道说，他自己本人也不知道。公车内行车记录器有翕到代志发生的过程，驾驶正常伫行驶，煞伫转弯的时阵，玻璃发出声音。不过驾驶第一时间无发觉，一直甲乘客提醒，才发现倒随停落来，佮安排其他车来接驳。11早起8点外，民众坐台中市30路公车，不过挖后门的车窗玻璃不明原因碎去，公车回厂维修的时阵，玻璃差不多规片拢落落来。把车子停到它安全的地方，让乘客下车，请他们转搭其他客运车辆，然后车子就直接开回场内处理。因为我们车上的话，乘客上下的话，一些杂音是没有办法去，说一句实话，很难去看到那种状况。这台车驾驶是讲，当时才拄啊发车，转弯的所在有人伫口草，当时有听到一声怪声，不过无法度确认原因。这个所在挖近台中家乐，乐所人员是讲，迄天早起确实有安排社会劳动人员去口草。那个是社会劳动人，我们问他，他说他旁边没有车子啊，就是他经过的时候没有车子。那他在除草的时候没有车子。小石子本身它质量很小。
但是它喷溅过来的能量啊，算也蛮大的。那继续行驶，那整个公车呢产生震动，造成这个力量的传递呢，经过这个玻璃呢，因为裂缝的关系，所以它没办法很顺利的把这个力量呢平均分配在整个玻璃上面。理化老师指出，气候外物喷到这个能量，若好放大，甲玻璃接触点这个力量伤过集中，破坏力往往会加强。这种情形在各地嘛常常发生。福家在这个状况无乘客受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县政府总预算案因为无编的公复乡重建经费，进前予这县议会要求补件，不过3届庭事拢结束啊，议会却是无收到县政府修改过版本，预算犹原是无进度，引起公复在面的不满。再去呢，就上百位乡亲先去到议会阵前，落要去到县政府抗议。13台游览车载400多公户乡亲到花莲县议会门口，大家有布条抗议县府明年度的总预算竟然无编列重建经费，议长出面来收定情书。黄埔需要重建，灾民需要被重视。大家现在投诉无门，只好走上街头。我们花莲县议会一定会和大家站在一起。一寡议员嘛澄清讲，预算案调底下的问题点，都是要求县府应该在总预算案内面增编公户乡的重建经费，但定数会拢结束啊，嘛是无得到县府的回应。我们花莲县议会3次发函给花莲县政府，要求他修正他的马滩溪，要把它放进去这个预算，但是到现在仍然不放进去。在议场内面，国民党籍的议员李正文是提出紧急动议，要求把预算送入去大会审议，但议长认为讲定数会的时阵谁也无爱提出，即摆才讲要送大会，根本违反议事规则。你如果预算没有送进来，真的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帮我们的乡亲。作为议员，那程序会是这样的吗？那立无党籍的议员是冤袂停，讲互乡民是伫2楼看，若要议长国议休困，乡民用行的做伙去县府抗议，副县长接受定情书，全力为我们乡亲争取最大的补助鼓励。要编预算啊！现在就在讲编预算。规定办理，绝对办理。但是当时才阁送预算入去议会大会审议，含按照编列相关的重建经费，副县长拢无说明，互抗议的乡亲充满疑虑。如果县政府还是置之不理，不编列我们预算，不帮助我们光复乡，我们一定集结来第2次的陈情。县府下晡是透过新闻稿澄清讲，马太安溪帮山后灾害发生的时间，拄好去拄着明年总预算送入去议会审议的日期，才会袂负争辩，绝对无拒绝编列灾区预算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基隆河出现污染已经暂停2礼拜抽水啊！这八堵抽水站今早起开放抽水，为着避免污染的代志，搁再影响到这水道水。台水公司呢有伫咧水头安检测器，也伫咧抽水口的内外装这炸油丝啊，也搁吸油棉。昨中央举行记者会时阵，无通知基隆市政府，不过市长谢国良下晡时表达感谢中央，强调未来也是会继续和中央合作。这里呢是基隆河的八堵抽水站，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呢，已经重新恢复了基隆河的取水。那么把镜头拉近一看呢，这个取水口前呢，可以先看到一条橘色的燃油锁，接着旁边还有一条白色的吸油棉。防止油污佮影响出水，台水伫出水口内外拢铺设杂油锁、扫油棉，佮伫出水口的水源头2公里，新设水中油污侦测仪器，通量查掌握污染。面对环境部建议，是毋是莫直接抽河水，是先把水送去新山水库，好彻底洗清了后，再搁使用，降低风险。台水表示会评估。可能需要有2公里的管线不过这还在踏勘中，我们会评估。那用既有的设备能不能先期达到，然后后续再长程的再新买管线。基隆市政府希望有优化水质的方案。虽然前一天中央经济部甲环境部开记者会，无邀请市政府，不过市长谢国良决定甲心内感受放下，下晡铁度前进指挥所的记者会，搁再感谢中央各赠送礼物。那中央是说很乐意补助，但我说我们都要来做，中央有补助最好，我们地方都要去做这个河川巡防整治工作。基隆市政府绝对会跟中央合作。找到污染源爱靠高强度检查，基隆市议员林文芬指出，这个区域不时出现油污，还有水泡，间接污染，爱用非常的手段。
我觉得未来是一次都不行，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希望说，不只是那个自来水公司这边要那个我们环保局也是要那个加强积极的来查吼。市长谢国良嘛现场承诺，未来会大量增加河川巡防预算。佮表示，未来检测甲考察规模会甲英国无共。目前当地研究，若是民众发现污染，佮提出检举，查到确定有污染行为，要提供奖金来做鼓励。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经济部在月底核定台电站对核电厂现况的评估报告。经济部是认为讲核三厂有机会伫咧自控18年停放。核安会早起伫咧立法院业务报告的时阵有强调讲，若准这台电的审查报告真完整，也无大零件爱换，有可能伫咧自控18年来停放。核电厂延后是毋是需要环评？环境部无清楚的答案。部长潘启明前直接表示，希望核安会应负担搁较侪责任，将环保纳入审查考虑。核安会主委陈明真讲，后些环境影响有纳入评估，其他也是要问环境部。会觉得环境部管太多吗？还是？我没有这感觉。那主委自己本身会希望有环评吗？依法呢，这个议题是应该由台电请。环境部来做个评估。环境部对核安会有建议，经济部是跳过核安会直接讲出核三停放时间表。核安会真侪摆表示审查时间真歹有果，不过经济部长景明新认为核三应伫自控18年停放，不过核安会早起证实是真侪前提之下有可能。台电审查报告很完整我们的回复我们审查意见很快速回应，我们现场视察。都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2028是有机会的零件需要更换，那当然是有可能。共同体会嘉良界为核事清兵，对开所成核起的核电厂无必用，问主委陈明真敢袂心痛？你会感觉心痛袂？会不会难过？感谢委员。不过，全国废核行动平台也伫记者会批评迄时阵，凊彩烧坏互核电停放，向遐互全民承担核灾风险。屏东的居民有很强烈的一种焦虑，就是很多的政治决定就在台北做了，那承担呢？风险的承担就在地方，在屏东这些地方必须要承担。有共同议会关心，核安会被港三级单位被监督第1级机关经济部自海台电向要监督无对等，是不是应该搁提悬机关的位阶呢？核安会主委陈明真是表示，提悬对国际交流、人才培育甲跨部会整合是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进前高雄的美朗巷头岛本所市政府是严格管控营建废弃物，就机关别讲呢，这大寮国小运动场中间工程挖出来土石啊，因为政策规定，敢若会当成蹲伫咧学校，也影响到学生安全。机关也讲，这毋是个案，尚无有5间学校弄这款的情形。因为跑道当咧改建，高雄大寮国小运动场自9月初动工开始，都用护栏扎起来。原地12月都爱完工的 PU 跑道，校长讲工程做10外工，就当着发生美朗头道废土的代志。市府严格管控废土处理，厂商挖起来土再无路，甲大也蹲伫咧边仔角。运动场袂当经，囡仔要上课，民众要运动，拢敢会当伫边仔找所在暂车渡过。原来预算这个土车出去可能4、5万块就当解决啦。即马这个土车出去爱60、70万啊，所以厂商伊会感觉讲哇，伊的利润拢无去啊，所以讲我感觉讲这原来有道理啊，但是嘛袂当讲工程的闲的拢无做。因为政策改变，地区废土处理费用差14倍。议员讲这毋是个案，目前已将压的全高雄市都有5间学校因为废土再无路工程停打。议员强调，市府要管控废土，虽望开放南青计划区和公共工程的废土占坑，不过设定出1400立方公尺的标准才要收。学校工程拢干那100外方尔，市府爱想办法来倒3工。因为它没有这么大量的土方，那未来要怎么样的处理？我认为你可能要用一个公办的土资长或者是公办的地方比照大坪顶嘛。我会责成公务局跟教育局赶快协商，因为我们公务局在我们其他的这个土地上，还是有一些公有的土地，它可以先行暂置在那个地方。市府大建会先甲学校废土刷去公家土地占坑，和工程赶紧完成。目前大寮国小已经甲厂商协调，11月初先复工，按算囡仔休寒时阵会完工。不离个学校原地12月校庆运动会，即阵嘛爱延到后学期去啊。记者柯家朱教用高永昌报道。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2月27日要举行。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讲，今年双城论坛会聚焦在科技创新、水的治理，还有职业培训等议题，也继续来推动小鸟型物种交换合作。刘议会是提醒台北市政府，若准临时改变行程，拢要事先通知。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经过几个届讨论，市府证实会伫12月27日要举行。不过外界嘛关注，甲英国2暝3日的行程来比，这届敢若1暝2日。我想我们一切就是照规定、照程序来进行啊。那当然，我想不只是陆委会，还会有相关其他中央部会会联合审查。双城论坛从3天改成2天，其实时间不是最关键的，重点是在于交流的内容是否扎实，互动是否有意义。蒋万安嘛讲，今年双城论坛会甲重点放伫咧科技创新、水治理、甲职业培训等等的议题，嘛会持续推动顶一届论坛讲到的猫耳仔囝物种交换的合作，希望当促进台北市猫耳仔囝繁殖的计划。民进党议员简书培话讲，蒋万安这一届去上海，拄好会当甲中国表达设立伫咧上海的小红书公司，配合台湾抓诈骗。小红书的公司就是设立在上海，所以呢，我认为蒋万安应该到上海去。首要的任务就是呼吁这个上海台办，呼吁上海市政府要求小红书来台湾纳管，就是城市之间行之多年的交流会议啊，这非常清楚啊，不牵涉任何政治或是中央的职权。至于其他民意代表一方面反对我们举办双城论坛，一方面又要我们到双城论坛去反映小红书的事情，前后立场矛盾。双重标准。刘议会表示，收到申请案了后，就已经审查了啊，提醒台北市政府，把重点放伫市政交流。但我们陆委会就是希望，所谓双城论坛，你就是聚焦于这个市政交流。如果原来申请的这个行程要改变的话，如果临时要改变的话，还是要事先告诉我们。刘文杰表示，第一要紧提醒的事项，都是把重点放伫咧市政交流。另外，若是行程有变动，爱事先通知。最后会列出2花条的相关的规定，亲像袂当无经过中央政府的同意就签署协议。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公布11月诈骗这报案的数量金额拢有较少，其中网络顶头的买物件诈骗占了3成，第二节呢就是假投资诈骗，第3就是交朋友的假投资诈骗，提醒民众爱特别注意。桌顶这手机含储贷款的宣传单，拢是刑事局抓到的诈骗案件的证物。对民众报案开始，为车手落去查，才一路发现其中有中人、有土地大师来参与。刑事局表示，因主要的目标拢是老大人。资产遭诈骗一空之后，诈团再将被害人转介至贷款中介公司，并配合土地代书及金主，将被害人所有房产设定抵押借贷后。再交由面交车所取款，目前清查被害人达数十人，受骗金额高达新台币4亿余元。根据刑事局统计，今年11月份受理的诈骗案件有452件，损失的金额超过1亿9千万，和去年同期比虽然有下降，但不过刑事局讲诈骗的手法出头也是真多。第一个是网络买物件诈骗，占了3成；第二是假投资诈骗；第3是交朋友诈骗。那首先第一个案例的话是最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就是假借演唱会门票的方式。那第二个案例的部分，就是假买家骗卖家的部分，就是民众在网络上，在卖东西，那你会看到有人会很积极的来跟你主动说我已经下单或已经付款，那要这个被害人马上做快递的一个出货。或者他说，付款失败。刑事局嘛发现，前一阵啊韩团大明星的演唱会较济，所以嘛有大量出现演唱会门票诈骗。另外嘛要提醒接看到的诈骗手法，亲像假的工作机会、代领优惠、伪造公司邮件者的，呼吁民众就要细致，若是有疑虑就要卡165反诈骗专线。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199生命专线这几年呢，除了电话，搁再增加网络的文字服务，希望来协助这青少年。今日公布这3年来成果服务量增加4倍，平均大概的服务时间是55分钟，平讲电话18分钟是搁较长。文字服务的对象大部分是13岁到29岁少年人。
大家拢有听过1995生命专线，不过时代咧改变，现在青少年已经无介意讲电话啊。生命专线为着要下青少年的习惯，伫3当前积极推动文理协谈，该用赖、面册、传信息的方式来关心青少年。青少年你要叫用电话来讲较困难，所以大家用文字来表达，这会使甲拄一其实是足孤独、足孤单、离社会边缘的人，有法度因会肯出来讲。伫第一线的社工指出，较早用讲电话辅导讲伊受袂开的比例是9%，即马透过文字协谈表达伊想要行底路的有到37%遮尔悬，当中有5%表示伊已经有伤害家己的行为。生命线协会认为，这也显示出来虚拟的世界，青少年较愿意讲出心内的苦楚。很多伙伴上来，可能就是在歌的当下，那跟我们讲说怎么办？我好罪恶哦，我割我自己了。那我们也没有鼓励说，这个自伤很有用。但是当我们青少年愿意说的时候，我们就先告诉他说，谢谢你跟我说啊，没有关系，啊我在这边，我陪你。生命线协会指出，文理协谈对2023年试办到今，服务量已经新中4倍，服务超过3600人。大部分求助年岁站是13岁至29岁，上细汉的敢若12岁。数据也显示，每届文理服务的时间是55分钟，和卡电话18分钟比起来，加出来37分钟。其中有75%感觉心情变好。生命线也提醒，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常常予人误解是咧加可怜，实际上因是求助的信号。未来因若计划加入 IG 找即寡少年人爱用的平台来协助青少年。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嘉义基督教病院附近的嘉北车头，当日进行铁路高架化工程，附近有病院人和车是拢真侪。虽然是有这乌托邦停车场，不过有真侪民众甲车违规停伫咧红线。警方表示讲，这2个月开40场的外单，未来会掠愈案。红线边啊，拢是违规停车的机车，出入车站的民众拢爱行伫车道顶面。明明边啊都有停车场，不过也是有民众乌白乱停车，造成这附近交通的乱象。右边那边都会停，就是那一排都会停。那边没有吧？应该是那一边，整区都会停。停的蛮多的吗？一直都会有人停，然后甚至停在残障车位这边也会有人停。因为那边人行道的话，这边停满机车，其实我跟小朋友走路也都很危险。嘉义市的嘉北车站目前当咧进行铁路高架化的工程，附近就是嘉义的基督教病院。这条路除了处理病院车站的民众以外，有时阵阁有铁路高架化施工的车辆。警方表示，违规停车影响到这个路段的交通安全。这2个月以来，已经开发70多件，会来加强处理。114年10月1日至12月10日，该地点违规停车举发46件，车辆违规停车影响行车通行顺畅甚巨，也容易延伸交通事故发生。本分局将持续针对嘉北车站周边加强违规停车执法。有民众表示，停车场机车停一摆才20块，无限制时间计时其实真俗，但是常常看到停车场内底有位外口拢是违规的机车。警方嘛呼吁，这个所在是交通管理的重点区域，民众停车要遵守规定，才袂来收到罚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基点有大学生发现一个阿嬷3更半暝，家己伫咧车路乱行，赶紧报警察。这个阿嬷呢，敢若知影伊叫做什么名，其他是拢无了解。警方要塞车载阿嬷找路转去的时阵呢，这阿嬷身躯边锁一只白色的狗，甲对条条。狗仔呢，落尾是装大声，敢若是要带路共款。落尾警方是载阿嬷对这个狗仔行，想袂到落尾真正等到阿嬷引导啊。姐啊，你带队，敢知影？你敢有证件？坐伫电动车顶悬的负责人原经问啥拢伊唔知，敢若知影家己叫啥名。高雄基顶有大学生发现这位阿嬷3更半暝，一个人行伫咧路里摇摇摆摆，惊到大人发生危险，就赶紧报警。原经到场想要送阿嬷转去厝，不过阿嬷唔拿身躯顶无证件，都连年过厝住伫倒拢想袂起来。安尼就唔知你的厝伫对啊？我开车载你去找。原警上报部决定塞车载阿嬷哪西哪找厝，车只塞叮当，一直对伫阿嬷边啊一只白色的狗仔，就装大声，而且佫沿路行，沿路滑头看车有对起来无。原警规气塞车对伊行，想袂到竟然真正找到阿嬷因兜。警方表示，阿嬷姓林，今年已经80岁啊，记忆无改好。厝内底剩伊甲后生2人，后生因为食头路，伫厝的时间无济，平常时拢是小白甲阿嬷做伴。老父饲养的米克斯犬小白，竟展现惊人灵性，在巡逻车前引路，
成功带领警方将主人护送返家。预防失智长辈或是心智障碍及精神障碍朋友走失，提供安心手链申请。手链上刻有家属电话，当长辈走失的时候，市民朋友或者是警察局可以透由联络电话联络到家属。警方表示，阿嬷走无去的所在，其实离因兜敢若200公尺。伫咧了解阿嬷的状况了后，后续会加强关怀。另外，社会局也强调，会主动去关心这个个案。你平常厝内时段若有失智的状况，会当家己申请安心手链啊。若无拄好人走无去，就会当随时联络到家属。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有消费者买这宠物电动车，广告写讲会当载狗，也会当载囡仔。民众骑到车路所，互警察查落来，认为这是无经过检验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就甲开罚单。对面台讲，这款个案是愈来愈多，尤其是风景区有人伫租这款电动车。交通部表示讲，会要求观光署甲业者宣导，讲袂当租这款车。最近也讨论讲要安怎处理。在动物园出去佚佗，去宜山大饭店旅行翕相。车主杨小姐讲，伊开5万外买这台动物园电动车。伊讲业者伫咧店面甲宣传顶管拢讲，这是代步的工具。所以就是讲，这台车会当骑起哩一般的车路，去互警方查落来采罚。厂商都跟我们说，就是跟路权跟自行车一样，所以我就带着他到非常多地方去玩啊。后来到被开罚以后，才知道他其实是没有路权的。警方讲，照道交条例，这款动物园电动车并无通过检验，所以嘛无领牌，袂当骑去伫车路的，敢来当伫咧私人用地，或者是经过许可的公园等封闭的场所来使用。民代讲，这款车有动力的装置，是属于类似微型电动二轮车，依法爱通过检验。那这个确实是属于那个微型电动2轮车的一个范畴，那也去确认了这辆车确实没有审验合格，因为它的把手可以收折，又有踏板，所以它大概也会不符合现行的一个规定。业者所贩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有妨害、侵害到我们消费者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的情况之下，其实地方政府该做行政调查。民代讲有接到真侪民众来တင်情。发现类似的受害者并不是个案，还佫发现讲类似的车嘛有伫咧亲像日月潭等的风景区伫咧出租，有道路安全的记录。交通部回应讲，或者是要求观光署甲租赁业者通知。另外嘛会伫咧2礼拜以内调集地方政府来开会，针对无合规定的动物园电动车讨论后续处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建国实验小学的学生罗建成，伫 U13查埔反击中决赛，和韩国的选手拼冠军，两人战到5-5，延长赛拢是射10分的满分。不过真可惜呢，这罗建成射的所在离北新较远，所以摕到银牌。Chappelle Alfred Nelson needs a 10 to send us to a shoot-off. 10, we're going to a shoot-off. And there it is. 30分满分。三支只拢10分，两位选手一人摕到一个比赛点，分数5-5，准备进入加时的部分。Park Suhan. 10 分。10 分。台湾选手罗建成和韩国保守汉最后一战，同款各是10分。不过因为韩国选手射到击背中可爱边线，最后韩国摕到金牌。对屏东建国国小来选手罗建成摕到世界室内射击系列赛 U13查埔反击中的银牌，真正是差1公分就冠军啊！我紧张，但是我是不太会在意，就是我就想说，就一样先做动作，然后我也想办法就是让自己没办法紧张。国小6年的罗建成是对3年开始练射击，教练讲开始罗建成练习拢会早7毫米啊，不过愈练愈有兴趣，加上伊有天分，个性稳健，成绩就有明显的进步。这摆和韩国选手比赛搞足暗，就会当看出罗建成唔惊紧张的个性。我上一次拿到第4名，然后我想说这一场比赛，我看可不可以，就是再拿回比较好的成绩，然后我也想要再可能体验一下其他的选手的，就是对抗的感觉。他在比赛的时候，他相对于其他选手，他是比较不会怕，他可以比较冷静的做自己的动作，然后关键的时候，其实他也可以撑得住那个压力。
教练表示，国际赛当入去前4名就足无简单，罗建成阁入去冠军赛，结果差一输就摕到冠军。这摆的比赛经验足珍贵，会阁继续调整家己，准备后一摆的比赛。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运动部今仔举行114年国光体育奖奖开运科研究奖励颁奖典礼。这届呢有747人次的选手得奖，迄块奖助学金1.6亿元。其中呢，城市选手李彩璇一年摕到330万，这奖助学金是这届摕上济。也那亚教练选手陈冠霖摕到12届国光奖奖，是今年摕上济第。这不是画面登报，是运动部长李勇连续颁12届国光体育奖章，给亚当新人陈冠霖。跟我在旁边有一直说，我好像已经超过他的奖牌数。接下来青年的赛事没有了，就是专心准备亚运。阿青锦、阿锦加细锦摕到12块奖牌，20岁陈冠霖是今年国光奖章头名，奖助学金拢总315万。21岁射箭选手李彩璇以细锦女团金牌加世大运金牌拢总330万的奖助学金，得到这届年度奖金王。真假的？330。哇！现在才知道。对我有点惊讶。那对，就是会好好的规划这样。对。少年选手伫国际比赛展现实力，今年 WB 木胜球年终赛金牌得到国光奖章的陈念琴，笑讲伊是来看明星的。就是以一种大学姐前辈的那种心态，哇，新秀现在越来越起来，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台湾的体育就是一代接一代。国光奖章总结今年的成果，伫 WB 木胜球世锦赛摕金牌的黄小文讲，今年的挑战未少。世大运金牌的台湾亚王王冠宏，家己拍80分。今年这个比赛比较密集的状况下去做一些比赛跟训练的这个节奏，我们都还在适应。我觉得多参赛比赛。对于可能明年的准备也是一个不错的状态，这样。明年就是亚运会了嘛，所以最大目标就是金牌，因为上一届是银牌嘛。747个选手得奖，利用一个办法。黄小文上台时阵，阁邀请伊跳舞庆祝，暗过去拒绝。王冠宏阁讲，这是利用接部长了后，家己头一届看伊穿西装，感觉伊愈来愈缘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全世界头一个台语啦啦队养成实境节目《菜鸟啊 Nice Play》，伫这个拜六特别放送啊，对300位参赛者内面拍通关经10个出来，因拢是毋捌接触过啦啦队的菜鸟啊。这回来参加台语台新节目，哪学台语，哪学跳舞，也已经去到棒球场学演几落届咯。10位啦啦队的菜鸟啊，凭家己的攻打，有人无啥物会晓跳舞，到变做棒球啦啦队的成员，一步一步接近梦想。自细汉我ก็无学过跳舞，我拢是家己学的，所以较对袂着迄逐个其他人，所以家己较拍拼。这是台语台新节目《菜鸟啊 Nice Play》，就亲像韩国练习新共款，参加节目自头开始学，爱学2项物件，第一就是跳舞，第二就是台语，艰酸苦涩讲袂了。无啦，我台语足烂的，你看节目你就知，就看到学业有写讲钱食饭免钱嘛，有所在通夹。有人参加是因为名册网，有人来参加是因为录节目有包食佮包大介省钱。尾仔成军的这10位真无简单，因是对300位的参赛者中过通关选出来的10位内面，也有1位唯一的男性。我自细汉就是向阿嬷讲台语，高雄人嘛，而且阿嬷拢就想要看到我伫电视顶悬表演，因为我以前是球员，参加这个节目会当互阿嬷看到。这支啦啦队唔是干那运导游尔，是真正有2部7啦。节目也特别聘请3位啦啦队的前辈来做导师，有韩国啦啦队的蓝敏晶、乐天桃园的小晴和中信兄弟的西西来传授撇步，有教 pose 的要真心话话。因全部拢进步足多呢，顶届看起来若像因咧考试，今仔因台人看起来拢安尼哦，就闪亮亮的安尼。全世界头一支台语啦啦队成军养成的规个过程也录做节目，公司台语台菜鸟啊 Nice Play 伫这个拜六暗时就要播出，因来邀请大家到阵来替这寡菜鸟啊加油。记者陈阿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就是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冲突是未收煞，已经超过50万的民众离开故乡去避难。而搁再激起来是因为这泰国团队修理车路，和柬埔寨的军队开战，加上两国互相无信任。这美国总统 Trump 呢，伫咧7月时阵捌协调停火，今嘛要过来介入吧，也考验这 Trump 敢真正有够力。泰军车被以 F-16战机甲无人机攻击，柬埔寨几60搭建筑咧庆宴，距离边境20公里的双良镇空无一人，店家关门传呼，居民被逼离开家园，侪侪家庭带精神炸必需品倒向临時避難所。ហ្នឹងថ្ងៃទី3ឯបងហ្នឹងហើយតែម្សិលមិញវាមានកប៉ាល់ហោះវាមកទម្លាក់ដែរគ្រាប់ណា F16 វាទម្លាក់នៅទីតាំងយើងកងពលហើយនឹងកងវិញហ្នឹងណាពេលមានសង្គ្រាមចឹងពិបាកខ្ញុំកូនតូចផងគឺវេទនាដល់ចឹងក៏មានតែចង់ឲ្យឆាប់ចាប់សង្គ្រាមលឿន。这是泰国甲柬埔寨边境争议引起的新一波武装冲突。伫美国总统川普7月超测停火并促成后，会这么紧搁再爆发，是因为初7一支泰国工程队伫争议边境区咧修路的时，记泰军表示遭遇柬埔寨军队开火，造成2个泰国兵受伤。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要敲电话，互双方停止敌对行动。We're scheduling a phone call tomorrow with Thailand and Cambodia. I think I can get them to stop fighting. 告总也呼吁爱随停火，双方停止对话。不过双方互相无信任，无法度维持。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分析指出，川普7月促成的停火协议本正就无啥路用。泰国迄阵是因为关税压力才同意停火的。那柬埔寨是希望外部介入，以弥补因实力的疏失。如今冲突再起，泰国外交部车10表示，现出是毋是对话的时机，目前无法度接受任何第三方国家的调解。柬埔寨领导改战的动机是更较歹掌握。前总理洪森伫幕后影响因囝现任总理洪马瑞的决策，后摆因为干预边境争端引起泰国民众的不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摕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颁奖典礼时阵人无来，今仔日雄雄出现伫咧挪威的首都，伊指控马杜罗伫咧大选乌白乱舞，落尾一人就来消失啦。搁再徛出来时阵，支持者是拢真激动，甚至做伙伫咧当场唱委内瑞拉的国歌。看到马查多总算出现伫咧奥斯陆大饭店两台的时阵，众人是欢喜甲大声喝休。伊看到嘛真感动，激动的民众除了大声喊勇敢甲自由，嘛大声唱委内瑞拉的国歌。了后，马查多行出去饭店，爬过护栏甲支持者近距离接触，热情相揽。伊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2024年因为指控马杜罗政权大选乌箱，去互威胁迫害。所伫大选了后，伊就消失伫咧公众的面头前。到年10月份，大家知影伊摕到诺贝尔和平奖，伊嘛拢无出面。Después de todos los meses en los que ella ha estado escondida, en la que su vida ha estado en peligro, creo que verla junto con toda la diáspora venezolana es un gusto y es saber que ella está bien. 为着要见马查多一面，真侪民众为各国赶去挪威，车站诺贝尔协会伫奥斯陆颁发和平奖，去领奖甲证书的是因查某囝。This prize carries profound meaning. It reminds the world that democracy is essential to peace. 为着3个囡仔甲老母，还佫有姊妹仔的安全，马查多2年前就甲因送去海外。对于个人来讲，离开对发出10年边境管制委内瑞拉，是一场生死的冒险。尤其顶个月，委内瑞拉的政府还佫讲，伊去挪威领奖，等于是犯阴谋、煽动仇恨甲恐怖主义罪。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场偷渡行动已规划2个月。马查多先变装出海，搭人的渔船仔去加入比海小岛古拉索，了后搭私人的飞行机经过美国去到挪威。过程当中，伊避过10个军事检查哨，伫海顶拄到大影。过程当中，爱有人协助斗联络美军，才会当避免伊的船仔无细日去互炸掉。当伊伫咧加入比海的时阵，空中还佫有2架美国海军 F-18战机伫咧空中拍酷射差不多40分钟。针对马查多偷渡出国，委内瑞拉的民众有人懊恼，嘛有人表达无共意见。不过，伫伊查某囝安娜代表伊去领诺贝尔和平奖的时阵，伊讲因老母真希望生活伫咧自由的委内瑞拉，所以伊真紧就会回国。就算伊的意愿真大，不过一般认为马杜罗政权无啥可能伫咧无侵犯伊的安全甲自由之下，允准马查多回国。
公司新闻阿如梅编译。英国的航太业者推出上新版本的空中客停车70点出来放看，讲未来会当把这交通时间缩低5倍。不过专家认为，讲这空中客停车本身就真贵，这车钱可能爱好业人才坐起。英国航太业者 Vertical Aerospace 推出上新电动垂直起降飞行机 Velo， 车早伫伦敦公开，伊会当像直升机共款垂直起降，缩短需要的空间甲范围。毋过无像直升机遐尔吵，嘛袂产生垃圾的空气。目前已经摕到全球差不多1500份的订单。Vertical Aerospace 答应讲，会伫英国甲法国的维纳海岸建立头一个电动空中客停车的路网。目前当伫英国起造的7架 Velo， 伊希望伫2028年得到欧盟甲英国监管机关的认证。Really is super simple. You push forward on this lever, it makes you go forward. You pull back on the control stick, it makes you go up. You just point using the tools you've got and looking out the window, and the aircraft works out how to make it all happen for you. Vertical Aerospace 表示 ，Velo 会当以1点钟240公里的速度飞160公里远，而且按算为2029年的第一季开始，专注伫英国重要经济中心的连接网络。举例来讲，为新的中央商务区金丝桥码头搭陆地客停车到希斯路机场要60分，不过空中客停车只要12分钟，而且车钱会当比较 Uber。不过有专家讲，一台电动垂直起降飞行机制造的成本差不多400万至500万的美金，恐惊干那好业人才坐得起。I don't think these things will last very lo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ve got dozens of people wanting to enter this. They've got a limited amount of upfront funding, uncertain abilities to get more funding, and challenging business plans. That's a recipe for mass bankruptcies, economic carnage. 针对专家的疑问 ，Vertical Aerospace 讲，虽然伫伦敦电视的版本敢会当载4个乘客，不过其他的型号会当搭6个人。伫同款的工作日内底，陆地客停车敢会当载1个乘客，不过空中客停车会坐满，效率加6倍，而且每一天出勤的次数嘛加5倍，所以Velo的经济效益是地面交通的30倍。公司新闻新竹杯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8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6度到2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5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